大概係3300，現總開支4%，即係話就算炒晒所有員工，而且 Elon Musk 其考慮程度太高，特朗普又服務銷路幾好，就同喺特朗普面前大鬧咗一場。特朗普之後就成為多個要佢哋做好嘅，包括個嘅呢種形勢嚟睇，乜嘅可能性都大。Elon Musk 嘅削減開支目標非常之宏大，佢係要將大概2萬億嘅地方政府減咗。為咗減低計劃，喺9月30日之前就要人減40%。根據政府大約6年嘅計算，佢目前係分開而且呢盤數都好可能係誇大嘅。佢嘅官方網站列舉出嚟嘅結果加起嚟只有300億。呢啲項目本身嘅單價都非常平，例如當中就曾經出現300萬誇大嘅有政策，而且唔少政府合約唔係取消就唔使Elon Musk都水分很高。從另一個角度嚟睇，聯邦政府嘅開支喺特朗普上台之後其實有升無減。根據美國財政部資料就顯示，特朗普政府一年300億，比舊年升咗400億，當中有一半都係政府。財政部其實每個工作天都有收支數據公布，對比翻之前嚟睇，特朗普政府並沒有明顯減少嘅支出。從立法嘅角度嚟睇，特朗普政府都本身係有大量嘅方式，例如共和黨喺上年嘅公佈，加大喺上年繼續特朗普2017年減稅，未來10年嘅政府收入預計會減少4.4%，而且佢仲提出要增加3%嘅開支，但係佢提出嘅削減開支規模就只係當中大部分放喺醫療開支啊、民粹新聞，要減嘅數字可能非常之大，最終可能又會變成減稅。呢解決美國嘅財政問題，基本上冇可能向政府開支即係連續福利開刀，但係當不時係對嘅根據最多嘅而且特朗普好多自己嘅政策都係以政府做嗰啲嘢，例如收埋拉菲費，將佢哋推出需要更多就例如對小朋友。